大家好，澳門事。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早前公布，截至2026年1月底，澳門財政儲備金額達到6738億澳門元，連續第二個月創下歷史新高，較2025年12月底創下嘅6667億澳門元紀錄，再增加70.3億澳門元。今次增幅為2015年以嚟財政儲備最強勁嘅年度開局表現，幾乎係舊年12月錄得嘅35.4億澳門元增幅嘅2倍。喺過去一年，財政儲備總額增長505億澳門元，超越2024年全年357億澳門元嘅增幅。數據顯示，截至2026年1月底，澳門嘅超額儲備為5031億澳門元，而基本儲備則為1636億澳門元，金額相當於澳門公共預算嘅1.5倍。澳門立法會舊年11月一致通過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，預計全年公共開支為1135億澳門元。從資產配置嚟睇，外判投資佔澳門財政儲備嘅最大份額，金額達2934億澳門元。其次係總值2737億澳門元嘅存款及活期賬戶，以及1055億澳門元嘅信用證券。另外，據金管局同步刊憲嘅報告顯示，2025年財政儲備投資收益超過429億澳門元，年度回報率達6.9%，創下歷史新高。關注澳門事，了解身邊事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